立賢宿舍位於天主教輔仁大學嘅西南方，鄰近514巷，環境清幽，宿舍裏邊空氣流通。立賢宿舍分為東側同埋西側，東西側都擁有大型嘅公共浴室，擁有完善嘅沐浴配套。公共浴室裏邊區隔成多格單一嘅沐浴間，令你可以享受獨立而不受影響嘅沐浴過程。立賢宿舍更加設備多個大型嘅水槽同埋熱水嘅設備，令你可以1年4季有無限量嘅熱水供應。浴室外邊就係晾衫場，晾衫場陽光充足，空氣流通，裏邊更加有洗衣機同埋乾衣機，只要付出少少嘅台幣20蚊，就可以使用裏邊嘅洗衣設備。喺晾衫場嘅旁邊就係洗手間，洗手間分為蹲式同埋坐式，裏邊空氣流通，唔會殘留任何嘅氣味。立賢宿舍主要以4人房為主，東西側嘅宿舍各有不同。東側嘅房間具有融合性，2人共用嘅書桌，上下嘅床鋪好容易同室友打成一片。而西側嘅房間以上床鋪、下書桌嘅格局，具有個人嘅空間，可以鍛鍊自我嘅獨立性。而每個房間都有上網嘅分流器同埋固網電話嘅設備。立賢宿舍裏邊更加設備有自修室、電視房同埋多功能學習室。立賢宿舍外邊有大型嘅電單車停泊場地。立賢宿舍鄰近514巷，514巷內台灣特色食肆林立，係附大學生經常用膳嘅地方。